心呢，也加在三公子已经逃出府后，原来是不幸之中嘅太险呐！只可怜俺俩对义誤啊！唔是，身為我家人，我唔相信。錯，俺們唔相信。好，你哋話不愧身為我家人呐！夫人啊，曹家也有忠良之心，不如求见梁王，同陈言情，莫听说还有一线生机呀！有天安排吧。将军，将罗门打开。将军，王爷有令，无王爷的旨意，行人不得开门啊！挨奉王爷之命，进入探视，快开！是，遵命。你到门外等候。遵命。母亲，母亲，是三公子啊！母亲，灵姨，母亲，灵姨呀！三哥，老太，灵姨，你为何在此啊？母亲，我一路逃难渡难桥，阴错阳差，进了曹府，为咗义军数量，曹家人肯定爱嘅身份。灵姨，你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！母亲，我做唔得这，明天一小命，曹家人就爱将你丢杀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叫你丢出去呀！灵姨，曹府兵马杨疏，我你一家系逃唔出去街，曹家肯定有个身份，你就赶快逃走吧。母亲，做唔得这，我做唔得这，为娘求你了，母亲。三哥，你别走啊！老太老妹，三公子啊，老奴教本来血本呢。血本在我嘅身上，公子，血本在娘身上，你啊基因就在娘身上。给你见，你让爱逃出临王，爱主动你回转童年，目的上就是上片建出来对上，希望以后你名言血恨，你那唔走，全家言行，马杀了报数，马杀了名言呐！娘办总理一转眼就不见了，然后来到了头了。你俩妻子对付偷偷，我老你变老奴要人拼命的。曹夫人到，我钱来了，总理，快些来这。
骗来。喂，罗夫人驾到，你哋含急嘅 Q 佢。你是曹夫人，你是我非之妻李氏。哦，那呀两位呢？我是我妃之子岳婷，我是岳云平，小小年纪，胆量也不小。给你嘞？我是我家罗家燕，我安呐。多家燕，样办为多次呢？曹夫人，我元帅该死忠了，可怜父子言戏，全家弄难。那二老忠良一家，同生共死呀！何以给总破？我夫人，你敢的？我今夜为何到此？曹夫人，可是想爱看我家临死亲前凄惨的模样啊！莫唔错，言不言，数不数，那不你的是一个命啊！双眼苦很长，路上有你来吐丝高，你不当年才草草，强调我不来把娘忙，风凉亲在天尊啊。当细数，我父并非有意下毒书，至今为何不爱报严书？哎呀，曹夫人，当年经上总理府，公路沿向真上人，为他无苦一本娘书，列下军场就为命不利。你啊，现文书我也带来了，路路就是江山人呐。18年来为丞相，今年
年呐是你娘啊留啊，臭妇人，我年岁见不个见相亲快所好，蒙臭妇人名片是非。救忠良啊！哼，我非明白，系事实。我按样做，你系违规出现，你不是对家面前再个强辩咯。我爸父无好多求记的，今天大家讲的父亲良法，伊是海记，海记老健爽，总良好的，我换来个全家。太笨！小小年纪，竟然讲话没有适宜我老人啊！看，将他屏蔽于世。父亲，父亲，尽忠报国，也身上样办？我有一死杂事呢。太夫人家乡，我家难以人人有此切事，尽忠报国，知心不移。臭夫人，我家